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以哈冲突伫个休战期间传出哈马斯违反协议，伫个最后一点钟来用火箭来攻击以色列。虽然讲这个临时的释放有咧进行，也毋过即马以哈的气氛是真紧张。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其实以色列伫个一当前就已经知影哈马斯的计划，也毋过因为感觉伤害过啊，所以因拢放外挂，才会造成今仔日的冲突。 深夜的警报声雄雄响起，无到几秒钟，会当听到爆炸声，天顶阁有火光闪过，亲像宣告结束停战。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切伊指控哈马斯违反协议，大声向以军开火。哈马斯是批评以色列违反协议，主动燃油甲物资进入加沙，和7天的停战结束。以军嘛恢复对加沙地区的空袭。虽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月30日伫以色列表示，恢复战斗了后，毋望以军会当避免民众伤亡。 也毋过，切伊军的空袭，搁一摆造成百姓死伤。巴勒斯坦强调，埃及甲卡达协调人员会继续针对进一步的停战来谈判。以下冲突伫第2届延长停战期限了后，武装组织哈马斯伫停战第7天，前后释放2名甲6名以色列人质，其中有1名人质是由以色列甲法国相邻国籍的米亚谢姆，和接到通知的家属是欢喜甲流目屎。 对此，以色列嘛为监狱内底佮释放30名巴勒斯坦人，和放出来民众在红十字会巴士进入约旦河西岸地区了后，现场有真侪民众欢喜举哈马斯的旗仔欢呼。和释放的巴勒斯坦人了后，就控诉伫10月17日以下冲突爆发了后，原本伫监狱内底巴勒斯坦犯人都受到以色列监狱人员虐待，其中有6名犯人因此伫拘留所死亡。 والله المعنويات اللي بتمارسها إدارة سجون الاحتلال كضرب وقمعات واعتداءات على الأسرى بخوف. وعذبونا تعذيب يعني في نفسيا جسديا كل شيء يعني فيك تحكي شعور بوصفش. في ناس يا زلمه عينيهم دم بكونوا ناس باكلين بكوس وايديهم مكسرات الجسم شيء بقشعر ببدنه يا زلمه. 因为哈马斯手头的以色列俘虏甲移动的人质是愈来愈少，双方可能要进一步制定新的条件来释放军人遮的以色列男性人质，才当继续延长停战。为停战协议11月20日开始到暂时，哈马斯已经释放105名人质，以色列嘛释放240名巴勒斯坦犯人。另外一边，根据英国《卫报》引用《纽约时报》的报道，其实以色列早伫1冬外前就知影哈马斯的攻击计划，却认为因的计划伤过有野心，要实施真困难，都无啥注重，才造成这场以色列版本的911事件发生。公视新闻综合报道。